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遮咱兄弟入座，陪伴恬静的心。咱做伙来唱会情诗363首。摇花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摇花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的味道我的味道。咱听好音静声。叫人悔改认开罪，重新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当咱点到第2支蜡烛，也是提醒咱要离开罪恶，准备拍开咱的心门，欢喜迎接主耶稣进入咱的心中。
请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143首，请来，请来，姨妈来啉。请咱悠闲徛咧，齐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日本有彼拉多迎来受苦，定是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就天，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庭，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罪会赦免，肉体倒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21，也是诗篇100篇，请兄弟编开圣诗后面第40页。我客请咱兄弟来译。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
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有满满慈爱，愿意赦罪接纳，搁使阮仰望活伫新生命的天父上帝。伫此一礼拜中，阮同心自集伫你的圣殿内，齐心来敬拜阿罗你的圣尊名。伫即一年已经过去的日子，阮逐人经历家己无相共的光景。阮有经历病痛的苦痛，失去至亲好友的哀伤，嘛经历第一届手抱新生儿的欢喜，享受甲亲人团圆、欢喜做伙食饭的温暖。阮有经历一个人寂寞孤单的时，嘛有小少大家出外去佚佗的时。总是，阮知，无论阮的日子是如何，无论是哀伤的时较侪过快乐的时，也是丰盛的日较侪过欠亏的日，遮的日子拢总已经远远过去，拢总诚做是主你所捌想赐阮的恩典。伫大降节的第二主日，阮点着第二支的蜡烛，伫主的恩典中，用恬静的心听候主降临的日。感谢主的保守，互阮有气力甲耐心，随时更新阮家己的日子，亲像聪明的在色女。伫黑暗中被扮教业的油来听候新囝婿，阮随时清起阮家己的灵性，亲像忠心的仆人，日日殷勤摒扫厝内，忠实管理家产，听候主人转来的日。即使这中间阮有无力拄面的时，恳求主使阮有阴影通歇的手，互阮通好把握阮的气力，继续持守伫主的道路。恳求主伫阮失迷的时，用仰望的光照阮，互阮仰着光，跟对主的脚迹来行。恳求主赐阮智慧。互阮知影要安怎来充实主所赏赐的每一日，互阮每一日的活命拢通荣耀主的圣名。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圣歌队献诗，受赎，更新归属你。
咱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20章第1至16节，请兄姐编开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新约第24页。马太福音20章第1至16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透早出去请工，入伊的葡萄园，甲做工的人约一日1钱银，就找因入伊的园。9点的时出去，佫看见有营营徛伫街市里的人，就甲因讲。恁也去葡萄园，我要照公道互恁。因就去。12点到3点的时，佫出去，也安尼做。5点的时出去，佫拄着有人徛伫遐，就甲因讲：恁啥事通营营徛伫遮？因甲伊讲：因为无人请愿。伊甲因讲：恁也去葡萄园。到日暗，园主甲伊的管家讲，叫做工的互因工钱。对落尾来的起，到大先来的为止。遐个5点钟所请的到，逐个领1钱银。大先请的到，因拍算要领较侪，毋过因也逐个领1钱银。领了，就对家主咬咬念讲：阮通日拖磨受热，遐落尾请的做工1点钟久，竟然互因甲阮平。伊就对因一人应讲：朋友啊，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你兼毋是甲我约1钱银吗？你的你摕做你去，我要互即个落尾的甲你平，用我的物件我所爱减袂做着，也是因为我做好，你得目车吗？亲像安尼，落尾的要做大先，大先的要做落尾，以上。下面咱邀请王武聪牧师为咱来证道非常无公平的吗？为此感恩。而且大家平安，欢喜咱那个来到伫上帝的殿里，三甲伫遮来敬拜，我真欢喜会当伫遮甲咱享受即个敬拜。我相信上帝欢喜感纳咱敬拜，伊也要伫咱中间设立宝座，这件圣神运行伫咱中间。感谢主，互咱真水的圣乐队诗班，吟真和谐的诗歌来敬拜主。咱对来个最后一礼拜感恩节也上时阵是即个大港节，就是咱用感恩的心备办好来调祭咱的主
期待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今仔日是咱降节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点到第二期腊节，迄个意思是望用备办的心用信心来迎接主的一个再临。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这对感恩节、大降节到圣诞节这段时间，咱搁较侪安静用感恩的心期待听候主的降临，安尼吼。好，我今仔日就要伫这大降节中间，甲咱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拄则咱所读迄段经节到底这个经节是咧甲咱讲啥物安尼吼？咱大家做阵来祈祷。慈悲阮的主，阮的上帝，多谢你伫阮要做罪人的时，找见耶稣基督降世做人，为着阮的罪钉伫十字架顶。这个恩，这个情，阮讲袂了，算袂尽。伫这个大降节的时阵，阮要用感恩的心搁一遍安静来思考、仰望十字架顶耶稣所成就的功劳。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用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临，也互阮伫这个大降节阮搁较侪来献上阮的感谢。阮也恳求你，这个时阵找见圣神运行伫你家己的殿院，充满伫阮每一人的心中，用你的真理的神引带阮明白你的真理。互你的路步成做你的话语的出口，将你的话改帖签名，就互阮会当晓悟明白。阮能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圣经甲咱讲爱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向咱所定定的一个旨意我相信这个感谢的功课是咱基督徒安尼咱咧操练咧学习的一个功课这个凡事感谢，当然凡事包括好事嘛包括歹事凡事有顺境嘛包括逆境安尼啦所以上帝爱咱毋若是好事顺境感谢，其实咱嘛需要通过咱人生中真济这个试炼病痛苦难，咱来学习迄个感谢的一个功课因为这是主向咱定定的旨意。所以，既然是定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吩咐也是伊的一个命令安尼当然，这个感恩的功课实在是真无容易啦如果咱拄着不公不义的代志要感恩实在是有当时实在是感恩袂出来安尼啦今仔日咱所读的经章用咱即马通俗话来讲就会当讲就是讲，你伫一间公司上班你这间公司的时间无相款，资历当然无共款，身份也无相款，工作内容也无相款承受压力也无相款安尼意思就敢若讲，一个总经理含一个迄个基层的员工哇，迄个工作所承接的无相款安尼所承受会无共。毋过咧，公司的头家经理咱逐个月拢共款分共款的薪水。请问，若是你是迄个较高阶层的年资较深的，你心内敢会服？你心内敢会服？当然不服嘛好，
咱今日好，咱今日所以比如说读这段经章，这个譬如是耶稣讲哦，耶稣讲这个譬如，像哪讲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参事吼，伊的葡萄特别采收安尼吼，就透早去请一班的工人照圣经来讲，应该是透早6点就去找一批工人然后咧伊9点过去找一批工人，现在讲哇，这安尼。这2批工人先也无法度完成今日工作，所以12点过去请一批，3点过去请一批，到下晡5点看去，也有人伫迄个路边咧徛安怎营营，伫遐咧听候人听候迄个雇主来请安尼看伊伫遐无工作做，安尼看伊真可怜安尼伊原讲我叫伊去葡萄采收安尼啦5班无上时间入葡萄园工作的人6点分一天的工资的时阵竟然逐个人工资拢共款拢一个文安尼啦好，圣经内面记载讲讲原来较早来的人期待看见这2分来1点钟尔就得到一个阮伊想讲伊应该能得到更较济安尼啦。不过伊原想讲，逐个人拢等阮得到一个阮所以咧早下开始先抗议，当然透早来先抗议毋过后来9点来、12点来、3点来，嘛拢上阮伫遐抗议好，我请问因的抗议合理无？还是无合理？有合理无？来，你请你回答。来，请我对回答，合理无？当然真合理嘛，对无？对吼，做工得工价嘛，对无？哪会当讲安尼不同工却同酬咧，安尼所以当然这人心内足袂爽的就伫遐抗议安尼是这个抗议真合理，毋过咧想袂到，主人竟然安尼讲，我的物件敢袂当随我的意思来用嘛？恁咧抗议啥？敢讲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目苦赤咧？哇！本地遮个人心内都真袂爽这个主人竟然佫甲伊讲即个话，若是你咧，会屁话袂？阮就是安尼心内熬念安尼真袂爽快安尼竟然主人讲即个话落去的时阵哇！我想这工人佫较挡袂牢啦不过我请你讲，即个譬如啥人讲的？耶稣讲的对无？好即个譬如耶稣咧讲，即个譬如的主人，即个参主、雇主是啥物人？你知无？来，请你回答。你敢知影耶稣咧讲即个雇主是啥物人？你知无？有无？来，有人你回答者，啥物人？啥物人？哇，那是耶稣本人。这都已经有够无公平回答这个话，迄是互人观感受足袂爽快咱即摆最近咧电视新闻的时候，遐候选人咧讲，虽然因讲安尼有理有对，毋过咧迄个口气的时候，人就感觉讲足袂爽的安尼伊若是这个做法人袂当接受，这个回答的口气佫遮歹，竟然这是咧讲啥人？耶稣本人呢？安尼，这个譬如恁要安怎了解？要安怎了解？所以恁今仔注意听牧师来
甲咱分享这段的经赞吼。今日这段经赞，我要对两个层面来甲咱分享吼。一个就是对这个譬如字面上的意思，要怎样用伫咱现实的这个社会工作职场，我相信伫咱的生活环境、工作职场，咱常常会拄到无公平、无公义的代志，对无？伫咱现实生活内面，常常就拄到这个代志，好，所以我要先对这个层面来甲咱分享，要怎样看随时发生伫咱身上这无公平的事情，咱要怎样来得到头发？另外一方面，更较重要的是讲，我讲这是耶稣讲，佫是讲伊本人，是咧指伊本身。这个主人是指伊本身。那安尼，到底耶稣咧讲啥？属灵的意义是啥物？到底这个譬如的真谛是啥物安尼？所以我要分两个层面来讲。好，来，咱先来讲这个咱现实社会生活工作职场顶面，咱是安怎？以这个事情，是安怎会就无公平？其实，照理来讲，伫迄个经济萧条、工作真困难，逐个人无固定工作，拢咧，这人就是拢咧拍零工、打零工的人啦，咱以前咱的社会常常有迄个咧打零工的人就是讲咧做线工的人安尼伫一个集中伫火车站啦，还是大路头啦一群人伫遐听候雇主来请临时工咱以前常常有，咱的社会以前常常有即种的嘛就是伊无有固定伊需要请去做临时工人有需要，我需要一工两工，我就去迄个所在，咱来做迄个就业服务站安尼伫遐一两工安尼好，我要讲就是讲，其实伫即个譬如内面，透早6点就进场的人，当然伊是非常欢喜嘛，非常庆幸。哇！我透早来呢，先就有雇主来甲我请安尼，所以我毋免搁伫遐等，我毋免伫遐安尼聊聊看，要等到当时安尼，所以伊透早就有工作，伊毋免规工伫遐等，伫遐发呆，伫遐愁眉苦脸，伫遐担心讲做暗顿伫倒位安尼，要怎样今日万一若无人请的时候，对。某仔囝伫厝要巴肚安尼，所以伊透早就有雇主来请伊，安那当然伊足欢喜的，足欢喜。好，佫讲9点或12点3点，就到伫要暗5点迄人规工趁候规工，你家想，迄个听候时间，佫伫外面路边伫遐发呆，伫遐听候，迄时间是足歹过的，如果讲热天的时候，日头猛，伫遐咧晒日头，佫时间佫1分1分过，迄是何等的煎熬！所以伊等到5点准备讲安那，足累劲，真失望，要倒转去准备要回家挨饿毋若是挨饿佫是安那爱等去挨骂。某仔囝伫遐咧等候，即个翁婿安尼趁一工的工钱转来会当有暗顿通食，竟然哇规工准备要转去互因某妹安尼我遮长通规工人随行请你遐无才调安尼伫遐发呆规工后拢无人请安尼，准备要挨，不过突然间哇一个好心的这个头家的时候，哇，
圣经记载讲伊是伫遐闲简站着安尼啊，用伫遐发呆啦，伫遐规工无工作做安尼吼，你会当看见讲，伊迄真少，这是完全出自迄个头家雇主的任命，吼，佫请伊一去安尼吼，好，所以不管是透早起来，还是下晡5点钟，照理来讲，因拢爱真感谢，因拢爱真欢喜，甲着感谢咧，哦，感谢咧，哦，应该本地应该就是安尼，是安尼，你发生事时，哇，敢若5点钟个人无变面，哦，其他的人拢变面，是安怎？是安那？安那？比较的心，比较就会计较，对，一计较就是安那，心内就无爽快。所以这是一个请工的心态，雇工的心态。雇工就是我本地我从请的人，我就是做偌济得偌济工资嘛。这是足合理足正常。所以这是雇工的心态。雇工的心态，伊本地就是爱安尼。但是咧，咱今仔伫信仰内面，就是讲上帝爱咱，将迄个请工的心态转移做敬儿的心态。你看迄个。路加福音15章，迄个大囝甲细囝，迄两个兄弟啊，就是相款嘛。大囝伊就是游园，将伊家己无当做囝儿啦，伊当做伊是游园老爸的请工嘛。所以伊才甲老爸讲你这个现家呢出将财产开了，倒转来良心好，老爸安尼欢喜干为伊抬举倒样安尼所以这个兄哥的心足袂爽的，就是因为伊原当做伊是请工的嘛，请工的心态就是安尼嘛，但是老爸安尼甲伊讲，我的拢是你的你要安怎用，你就安怎用你一工要抬几只猪，去请人要抬几只牛，去请人拢会杀你所以迄无共款所以咱当然咱伫社会职场内面，咱去工作拢是被请的被请当然就会即个会比较会计较比较计较就是咱哇，迄对人比人就气死人安尼嘛所以我要讲着，即伫即世间，咱要讲。无有所谓会真正公平啦，咱一句话讲，人生来平等，无啦，哪有这人出世就平等的？有的人是家境真当时出世的有人出世伫真济真困苦、真善巧的一个环境内面来成长对无？不过咧，你家看。真是这两类的人，因到尾人生的结果安怎？家境汤匙出世的人，伊的一生无拄比出世伫迄个真困苦、真善巧、真歹过环境搁较好所以就讲，迄个就讲人咱每一个人伫世间所生存的环境、工作环境也好，家庭环境。拢有真济无相关，甚至咱嘛当讲真无公平啦不过咧，咱的信用厉害的所在是伫倒位？咱的信用上厉害的所在是啥？上帝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咱的信用上，我感觉上帝最高干的地方就是安怎？上帝互万事互相效力，听上帝的人来得到利益。万事互相效力，万事是啥物？
伊原来想要好事，包括歹事嘛，对无？哦，啊，所以上帝厉害所在，伊会当互歹事来为好事效力，有啦。哦，伊会当将咱人看做真无公平的一个处境，总是因为我信靠上帝，我相信上帝听我，所以伊会当翻转我的生命，伊会当翻转我的环境安尼啦。哦，所以其实咱伫真侪无公平的环境内面，伊干那目睭睛要看讲，哇！我来，我有啥物哪会比我搁好？你若敢若用遮的时阵真正咱的日子就会真歹过安尼啦吼。所以比较的心态，伊往往成做咱生命中的一个杀手啦吼。真侪咱生命的问题。就是出伫比较计较安尼，真正你若讲要定当代志，拢要去甲别人比较，别人安尼斤计较时咱的日子就变做足歹过安尼啦吼。好，但是这是一个现实的环境，现实就是安尼啊。我正要甲你朋友讲，好，安尼咱要怎样？来得到讨房安尼好，即个譬如讲，当遮请工呢，伫遐抗议的时阵主人你会看即个经文主人讲甲足清楚的主人讲到即个情况，讲我的物件敢讲袂当随我的意思来用。敢讲，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白苦请。新日本佫用作讲，难道我袂当照我家己的意思用我的财物吗？敢讲，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嘛？意思就是讲，这钱我的我要安怎用就有我的主权啊。无毋对啊，钱是伊的，由伊的主权。何况即个主人甲迄个工人，即个主人并无违约即个主人伊甲工人就种透早一个迄个工人讲啊足清楚的一工一个文伊嘛是照约束行，照约定的合约行伊真公道伊并无亏欠。即个透早入来的工人所以伫遮我要互咱知影，主人确实有伊的主权，主人有伊的权利来做伊要做的决定咱无法度去改变恁所以伫现实生活内面，有缘上管有真侪咱无权去决定，无法度去改变的事实若安尼，咱要怎样？生气嘛，愤怒嘛，埋怨嘛，抗议嘛，抗争嘛，是有时检在这有一寡效果无毋对，毋过咧检在无拄会当达到着咱所愿望的所以伫遮我要甲咱伫即个社会即场环境内面咱三个来思考。要怎样伫无法度改变主客观环境内面，来对这无公平的代志得到讨伐？其实唯一一条路就是改变咱的心态。心态若改变，环境往往就改变。就这场工作环境，我用这个譬如。咱认为真无公平的所在，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第一，就讲伫认为主人真无合理、无公平的事件，
其实咱反转会当看出，这个主人是何等安那悲天悯人、仁慈善良，伊是何等安那关心这个失业无工作的人。哦，伊是看见讲，这个5点，规工伫遐听候人请拢无啊，准备真失望，要倒转去挨饿挨骂的人，这个主人看伊还阁盈盈徛伫遐，所以这是完全是出自慈悲怜悯的心，哦，要帮助这个人的安尼。好，所以咱来想看卖。那换做咱是迄个等候到5点还无人请的人，哦，应该是爱充满感谢吼。所以就讲你换一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就是讲如果万一有一天我亲像迄个等到5点还无人请，哦，我相信这个雇主会安尼来款待我。社会有这种的头家。有这种的企业家，有这种的主人，减无值得感恩嘛？哦，这是咱换一个角度。哦，如果我是迄个5点的人，哦，社会有这种的头家，哦，敢毋是咱应该为着这个社会有这种人来感谢？哦，第二种。第二种，将比较的焦点，对伫迄个神主的计较，转移到我一个透早就当享受，甲即个仁慈善良的头家三甲做阵做工，我毋免烦恼。今仔日无工作通做，我毋免烦恼阴暗无饭通食，我毋免烦恼阴暗无仔囝，伫遐枵饿，含迄个规工裊裊看，等无人通请，伫遐规工安尼心肝影噗噗菜，透早就得到工作。安心做工，含等候到下晡5点才有人请，倒一个比起来较福气、较幸运。所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是讲我会当早早把得自爱，就有安全感，就毋免烦恼今仔日无通食。安尼敢毋是真感恩的代志嘛？安尼敢是真感恩代志，好。第三，看见社会有这么多失业的艰苦人，竟然有这仁慈慷慨的雇主，看见到这个人无工作，伊欢喜。就是伊工厂无需要工人伊嘛欢喜，互伊入去，这完全是出自疼心的帮赞，今日咱的社会，若是有搁较侪即种的雇主、即种的头家，减毋是会当减少真侪社会问题嘛？所以这敢是伊完全值得感恩的代志，所以我这是从由对伫即个社会工作上面，咱来思考，确实这是一件真无公平的代志安尼。毋过咧，因为头家有头家的决定钱是头家的咱要怎样伫即个不公平的事件内面来得讨帮？总共就我的意思就是讲，咱换一个角度来思想，搁较济徛伫别人的立场，徛伫头家的立场来想的时阵，
我想真侪咱心内面迄种的不满也好，就会当得到头放安尼啦是。所以今日咱的社会就是真需要即种今日你若政府搁较济徛伫百姓立场来思想，老百姓搁较济徛伫政府的立场来思想时，我相信这个国家社会就会当真和谐啦。我相信这是咱今日真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OK， 这是我内心要对社会层面来甲咱思想。第三面，这是更加重要的真正这个譬如的真谛。其实伊毋是咧讲神主会公平无公平，伊是咧讲基督教内面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譬如伊咧讲的重点是咧讲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竞选，以及咱人不配得到的恩典。请听清楚，这个譬如，伊毋是咧讲神主公平无公平，这个譬如是咧讲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属性、上帝的quyền選，以及咱人不配得到的恩典。好，这个譬如，我先邀请咱来思考三个问题。我毋知影。你心内是毋是犹原有这个，互你真无法度了解，还是纳闷的问题？咱的圣经讲，求叫主的名就得救，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好，我毋知影你捌安尼想过，还是你共传福音的时捌拄到这个问题哦？若讲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着人生最后一口气的时，我才来求主。就好啊，安尼嘛得救。那安尼，我是安尼着爱遐早信主。哇，信主偌无自由咧，对无？哇，信主的时阵礼拜日着爱来做礼拜，袂当去郊游。来做礼拜的时阵搁着爱奉献。毋若奉献，搁着爱伫遐服侍。我听讲人信耶稣就讲，袂使食粉，也袂使跋筊，也袂使啉烧酒，啥物拢袂使，啥物拢袂使安尼。我哪着爱遐早受苦束的。既然求叫主的名着得救的时，我着人生最后一口气的时，我才来喊主啊救我，安就好啊。我哪着爱遐早无自由，是毋是？你有人安尼想过无？你共传福音的时有拄着这种的人，有啦你若无拄着，就是你毋捌来共传福音啦。好，毋安尼过来第一个问题这个人罪大恶极，歹事做真歹事害人放火诡诈奸巧安尼贪污歪歌毋过咧，伊嘛相反信就得救，罪就赦免信就得救，罪就得到赦免，伊也免受任何的刑罚。安尼敢袂过伤过了便宜？你共头脑有遇到这个问题无？有无？有啊！基督教怎么样？是迄个认罪就得到赦免，哪有遐简单的代志？伫其他的宗教内面的时候，你的业障、你的罪迄就爱去做偌济好事，爱积偌济功德，爱捐献爱捐献偌济，爱去修行修偌久咧？这世人的罪若付袂清的时候，后世人爱搁去付呢？敢毋是安尼？咱一般的宗教观念就是安尼啊，罪你着爱付出足济代价哪有这遐帮义的代志？我承认，我认罪，罪着赦免。这种宗教不要也说罢了。有无？你捌拄着这个问题无？有人安尼甲你讲无？
哎，啊，你拢无咧传福音哟？这你若定来共传福音，拢常常会拄着的啦。我举一个例吼，记几十外年前迄陈进兴的事件，陈进兴事件当然社会轰动嘛吼，啊，这是真正是哦，迄庆祝100摆嘛无够的人嘛，对无？敢毋是咧？啊，你看，陈进兴后来伫讲台内面，因为更生团契黄明珍律师哦，黄明珍牧师就甲传福音，哦，啊，辅导伊，后来带伊信主，哦，啊，伊嘛写真济，才悔改忏悔啊，文章安尼吼，啊，批安尼嘛吼。哇！啊，伊当时的时哦，一个新闻报道出来尔的时哦，哇！你敢知影？社会的人吼，为伊欢喜，是社会哗然。这社会哗然的，讲哈，从这大歹人的身，伊认罪，就做着下面，咱基督教信仰做下面当然就得救啊嘛对。你这庆祝100摆都无够的人的身哦，哇！你遐简单讲一下，我认我的罪，我就得着下面，然后伊就上天堂。哇！迄当时一般地个人拢讲这种基督教不要也罢。你来记哩无？会记者哦，有个人讲了会记者，是啊，无毋对。社会无法接受，因社会观念就是讲种哇，这罪吼业障吼，一定爱付代价，你爱家己去承担，你爱家己去付代价，才会当解决的啊。不过陈进兴伊那才帮伊，社会无法接受，好，不过问题是敢有比基督教这种方法更较好解决罪问题，互社会会当得安宁的？照当时的媒体是讲陈进兴伊是因为前世人互白小燕欺负啦，所以这世人来报复啦，即摆咧，伊才报复了是后世人啦，换伊去报复人所以若是安尼时阵，哇，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罪永远拢无法度得到解决，对无？陈进兴伊若真心悔改认罪，罪得了下面，伊就得着是安啦，伊就毋免去冤冤相报对无？安尼敢毋是等到解决社会问题嘛？毋过问题是咱的社会无法度接受这个代志，因感觉讲哇，罪就是你爱这世人付袂清，后世人爱搁去付安尼啊。照这个例来讲，照耶稣这个譬如来讲，就是安尼嘛。不过咧，其实我讲这就是稳定。好，第三。第三，敢知这是对我真侪人的情形。我对细汉就信主啊！而且阮阿公、阮阿祖就信耶稣，我是第5代基督徒啊！敢因为安尼，你就当摕着 passport 入天国 passport 理所当然。敢毋当因为安尼，我就真夸口，来轻看遐个初信主的人咧。敢会当因为安尼？我伫咧甲上帝要求讲，你爱互我较大间房间爱互我得到较侪大个报酬，敢会当安尼？敢会当安尼？好，这3个问题，这个譬如倒会当解决回答咱这3个问题。第一个，耶稣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了恁，是竞选。是上帝出于上帝的主权，出于上帝的主动。你我咱每一人会当蒙恩得救，就敢若像这个葡萄园做工的，出于这个雇主去请你所以无论早信主、晚信主，
早日葡萄园，晚日葡萄园，拢是上帝的恩典，咱无负任何功劳。所以，咱基督教信仰是咧讲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经选。所以，你我咱会当信主，甚至咱会当阿公阿嬷阿祖因着信耶稣，迄是上帝特别互咱的恩典，咱爱会记哩，更较爱会晓感恩。好，第二。会当早早信主，享受甲主同行的甘甜，含一世人毋捌主，互罪苦楚，活伫罪中无有平安的人避害。量早信主，早早信主，迄是偌大的恩典，毋通心存侥幸。如果信就得救，呼救主的名就得救。我就到人生最后一时刻，我才来呼求主的名。偌尼济人啊，连最后一口气呼求主的名都无机会呢，对无？你看咱四周偌济，甚至共他扁落去啊，对无？伊连呼求主的名的机会都无呢，偌尼济人车崩落去啊，对无？所以，咱毋通因为祝福咱即个恩典，呼求主的名就得救。你听到最后一口气才来求主的名。你敢知影？我顶礼拜我伫庙里讲即个道理的时阵，一个兄弟伫教会出入10-20年，毋爱说咧。我讲到了。伊出去的时，翁仔某骂吼，甲教会长老讲：“我要洗你。”是。第三，上帝的心意爱万人得救，毋爱一人沉沦。因着上帝主爱怜悯，就是咱年老满身拢是罪孽。只要咱愿意邀请耶稣认罪悔改，伊拢愿意互咱机会。这对伫咱仰望世大人、仰望咱的长辈、仰望咱骨肉至亲灵魂的得救，迄是何等大的仰望甲恩典。咱信主，我相信咱拢真仰望。咱也未信主的时代也好，囝儿会当信主所以伊只要信，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伊的罪，伊随时会当得到这个恩典。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甲互咱何等大的一个仰望。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讲，要邀请咱毋通放弃为着咱厝内的人灵魂得救的祈祷。不管你少年年老，上帝拢欢喜互咱机会。我来讲几个见证，这是道教法师伫迄个我右下角迄对阿嬷，迄要洗礼前翕的相片伊是道教的西公法师。伊是有执照的正式道教法师伊捌行过108站倒推嘛拢有执照嘛拢有执照我去因兜拄好上身拄一卡车然后伊的壁神明厅是几个壁拢是伊的法师的执照，甲上倒推的证书安尼伊的查某囝是咱台中足大间教会车派到国外去宣教的宣教师。毋过伊无法度带爸爸信主，真困难，甲伊担着福音。有一天，伊对海外宣教了倒转来，敲电话互我，讲牧师，阮爸爸伊的背景是安尼，好毋好？你敢会当伊传福音安尼？所以伊就带来教会。我就对伊的背景，甲伊担着福音。1点钟，
我邀请伊祈祷，讲好唔好？你敢你请你试看觅，邀请耶稣入你的心，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哦，你愿意甲我祈祷？伊竟然含我做决志的祈祷。因查某囝戆去，因查某囝讲，就是讲说因老爸咧甲我糊弄咧安尼啦吼，咧甲我应付咧安尼啦。伊讲甲伊爸爸，这是真重要严肃的代志，这就敢像咱民间宗教迄个咒誓哦，咒誓就是要信耶稣咯。爸爸讲我知影，哇！因查某囝戆去，讲查某囝佫是足安的相信，佫甲伊讲爸爸，那安尼你爱洗礼哦。洗礼时哦，来教会哦吼，逐个人安尼，伫遐安尼吼，做阵安尼公开洗礼安尼。因爸爸竟然讲好，哇！因查某囝吼，佫较压抑啦。然后佫讲，爸爸安尼是，咱兜遐五常拢爱赌哦。因爸爸竟然甲伊讲好，去因兜赌一卡车的五常，每一个神明拢挂金牌。金牌甲摕单去金仔店卖吼，哇，卖几啊10万，才做建堂基金。好，代志也毋是安尼哦。过当年的感恩节，伊因查某囝敲电话，无书记的报讲伫教会，我讲有。伊讲我和阮爸爸要来找你者呢。伊赶伫3点进前去银行领一张支票出来，伊转摕来教会。感恩节迄天，摕张支票来，这要创啥？伊讲要奉献啊！无所以你毋是讲爱感恩奉献安尼，我一甲踢开落去咯，偌济钱你敢知？747万，敢知伊是处理不动产，伊讲伊要1/10的奉献安尼，那安尼伊互我的时阵佫接续讲一句讲。牧师，我真愿望以后常常有这个奉献。感谢主，这是一个69岁信主，一个道教的法师。是，这就敢若像人生到5点入普罗救恩灵教。这是一贯道3代的堂主，因兜是不等。伊是做堂主，因后生新妇，后生是医生，几年前伫中央教会信主，这个伫因兜也拢做幸福小组，带人真侪人信主。当然，伊真愿望因妈妈会当信主，毋过伊无法度带因妈妈信主。教会我会牧师去因兜甲传福音，伊嘛足客气，甲伊拒绝。伊知影伊后生信耶稣真好，伊真肯定，伊嘛真欢喜伊后生信主去信主。但是因为一贯道有迄个旧党化，所以要改变伊信仰真困难。要临终进前，身体已经心脏足衰败，医生甲伊讲剩3天的时间，甲因后生讲，因后生赶紧交联络，我去迄天。去上机，甲伊谈好因原共阮谈1-2点钟，乌咱带伊祈祷。哇！因后生新妇足戆惊我妈妈竟然欢喜甲牧师祈祷，我全带伊邀请耶稣入心，请耶稣来带伊倒转天家，带伊倒转到水无比的所在安尼，求主耶稣赦免伊的罪安尼。伊竟然我祈祷，迄拢录影。我当然无法度，今日直接放这录影带互人看。你敢知影？上帝有够奇妙，迄阴暗就带伊转去啊！迄阴暗，迄下早起，接受主，迄阴暗就当一世人几啊代拜一贯道会堂主，但是上帝恩典。好，请问，这个人蒙恩得救，你敢讲遐无公平？你会安尼讲无？你会讲你遐无公平？哇！伊一世人就是拢拜别的神，即马安尼要死之前讲耶稣你接受耶稣
耶稣救，伊就去救。你敢毋讲遐安遐高公平？袂嘛，吼，当然还佫有真侪见证啦吼。这是四代同堂信主吼，咱台东市上年老的市民。哦，这以后我再慢慢讲这个故事互你听。哦，这是咱台中上大间文殊公庙董事长，伊遐服侍50年，86岁来信耶稣，80岁伫中华教会信主洗礼安尼。哦，一家有啊讲7个人，洗礼安尼。好，我无时间详细讲这个，但是我要讲就讲是这个譬如，我咧讲伊是咧讲咱伫咧讲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哦，咱认真无讲，毋过咧，这确实稳定。这个稳定对安怎来？是因为耶稣基督伊承受了真无公平的对待。伊无罪为咱罪定死伫十字架顶，这是因为伊大声受无公平的对待定十字架顶。伊是为着死来出世的，为着你我的罪，要被定死来出世，所以这是真无公平的代志。伊的出世就是定着要替咱死的，这是无公平的。但是是因为耶稣付出这个无公平的，咱今仔才会当得到这个稳定，所以这个稳定是咱不配得到的。而且咱三个做阵来读好来，这是摩西祈祷来，求你互我早早把得你的慈爱，通叫我一生一世欢喜咯。是。咱用早得到的人，咱来感谢，咱来求主帮助，互咱的下一代，进入教会今仔上大危机，对无有第二代，咱的下代拢流失去啊！所以咱的祈祷，求主怜悯帮助，互咱下代会当持续早早来把持主的救恩，最后这个譬如。这个比如进前一集甲最后一集，拢讲啥物？拢讲在做前的要变做后的，做后的要变做前。什么意思？这是对你我真大的敬。人讲啥物？信仰做咪讲啊？一代清，二代明，三代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归厝经满神明。我毋知你第几代。这是咱丢了教会的处境，这是一个足大的危机，因为咱一代不如一代，一代直直无去，所以做前的要变做后，所以这是对咱来讲是一个足大的，互咱的一个敬佩下起，有助帮助咱。互咱无掠咱已经得到稳定做满足，互咱无因为讲我已经阮几啊代，阮公啊，阮祖就信耶稣，所以我就稳心就将来要上天堂的，毋是，要谨慎敬虔，无咱真正咱的后代，将来咱伫天堂，毋过咱的后代。甲咱永远相隔离，迄当时伫天家人大人咧欢喜，毋过咧咱的心就真艰苦，所以求主帮助怜悯咱，三个来祈祷。主啊，通过今日即个耶稣所讲的譬如，求你帮助阮早早把得你的慈爱，互阮遮个已经信主久久的人。你提醒阮，做前的要做后，做后要做前，求你帮助阮，互阮谨慎祈祷伫你面前，互我谨慎掠着你，主帮助阮，以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向做起立。
这心来言回应的452首，上帝听动哪会遐尼大？真多。下面奉献由陈雅恩执事甲郑淑生执事担任咱今日来书献。
下面报告，伫报告大声，毋知敢有新的朋友，也是第一届来到阮三角聚会的朋友无？若有，请你举手。无，咱来进行咱今日的报告，请咱兄弟编开周报第3页，咱先来读本周金句。我读一遍，兄弟煞接对我读2遍。本周金句，亲像安尼，落尾的要做大声，大声的要做落尾。马太福音20章16节。像安尼，落尾的要做大声，大声的要做落尾。马太福音20章16节，搁一解。亲像安尼，落尾的要做大声，大声的要做落尾。马太福音20章16节。咱本周聚会表甲事项表。刊登伫周报第3日，请咱有参与的兄弟注意。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今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咱非常感谢王武聪牧师前领主礼礼拜甲讲道。谢谢王牧师。后一个。主日礼拜，咱邀请大专中心蔡恒伟牧师前往来遮主领礼拜，由主日学协助会情点击。第3点后，主日爱餐了后，中昼12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12月份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有需要请假的，秀出执事来请假。第4点，今年圣诞节布置，咱有设计新的圣诞树看板，伫楼骹非常的水吼。邀请咱兄弟到办公室摕圣诞卡片，将咱的愿望的代志，或者是有感动的代志，写伫即个卡片，甲挂伫即个圣诞树面顶，互咱的圣诞树搁较丰富。第5点，2024年月历今日开始发送，教会采用登记的方式赠送每1户1份。请兄弟到1楼公布栏家己登记，摕1份。第6点，圣诞歌有要订购的兄弟，请至办公室登记，缴纳费用。时间到12月10号截止。第7点。后一礼拜3祈祷会，咱邀请关怀小组长伫会中带领家己的小组同心来祈祷。咱后一礼拜是邀请忍耐小组甲公益小组出席参加。第8点，本会小提琴初阶班。定伫12月26礼拜2开课，伊每一届上课的时间拢是每一礼拜2暗时6点半至7点半。目前是有3位学员已经报名，报名的学员无限定有音乐基础也是无基础，拢无要紧，只要对即个乐器的学习有兴趣的兄弟、青年、小朋友，拢欢迎对行政干事来报名，也是甲总务干事、总务长老报名。第9点，
请各行政单位甲团契伫12月17进前，将后一季服侍人员轮值表，也是团契聚会表，交行政干事来编排教会行事历。团契消息第一点，妇女团契今日主日11点30，伫灵悦酒店，也是伫五权路举办年末聚餐，请客友家己安排交通，准时出席。第二点，车青团契今日主日礼拜结束了后，11点40伫教会5楼副堂聚会，欢迎客友踊跃参加。第三点，主日后一礼拜是大港节，第三主日由主日负责点钟，请老师甲小朋友伫9点前伫2楼先集合。咱煞接跳过第5点，兄弟团契第2点，12月10号下晡6点召开年度改选甲年尾聚餐，有要参加的客友请向会长报名。第5夜上尾1点，青年团契第4点，12月27。上午11点30，伫御园花园酒店温莎咖啡厅举办年尾聚餐，请有要报名参加的客友伫12月17日这日以前，方玉执事来报名。编开周报第6点，2023年咱全教会圣诞庆祝活动定伫12月23下晡5点，咱伫教会地下室餐厅举办圣诞节全教会聚餐。咱以各个关怀小组以组长为单位，一人报名费是200块，请会友有要参加报名的，你的关怀小组组长报名。若无编列伫各关怀小组的，你听好对行政干事遐报名伫办公室。报名到12月17以前截止报名。12月23下晡当日2点至4点，咱伫教会有举办探访家庭甲报佳音的活动。咱欢迎兄弟提供咱家庭要报名的意愿，互咱行政干事登记。伫12月17以前来截止。咱有报名的家庭，咱当日会以伊家庭内底做报佳音的活动。其他消息，请咱兄弟参阅周报内容。上尾咱的奉献的明细拢刊伫周报上尾页。总共若有漏顶，迄就是错顶、误顶，请咱财务部长来反映。现在我邀请咱兄弟为着咱个人生活、家庭、工作的问题，咱同心来仰头来祈祷。阮伫天里愿意听人祈祷的阿爸爸啊，阮同心自责，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按耳孔听阮的祈祷。阮要借着阮的喙，
将阮所挂落的事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有主你的帮助甲祝福，恳求主帮助阮所有在学的兄弟因伫学校的课业，特别是即段考试的时间，恳求主保守因的身体，互因有好的精神，专心伫课业上的学习。恳求主保守阮目前伫厝里休养，若是伫病院当你接受治疗的兄弟，恳求主甲的平安，甲因三角之地，互阮当你接受治疗的兄弟，因有好的治疗，甲对主来满满的祝福。阮教会伫年尾有各团契的会长改选，阮恳求主竞选一个愿意服侍、有主恩赐的团契会长，来互阮团契的运作会当顺利。恳求主帮助阮的教会。阮超找牧师已经久久，请主你亲自为阮备办一个适合阮教会的牧者来牧会，推动阮教会的事工，为阮教会来传播福音，为主宣扬，希望阮的教会，阮将阮心内侪侪操烦甲毋望的事项，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望主看顾，望主成全。我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阮即时请咱兄弟起立吼，踏出你的脚步，咱所有兄弟其他咱来请安，大声出咱的歌声。我用多一届，我用主的条件心来听你，我用主的条件心来听你。好，咱齐声来唱《清圣诗508首》，再接请牧师为咱祝祷。愿阮为着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常常献上阮的感谢。这是阮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三合一体，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请坐列岛，等电乐结束了，较离开会堂。